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那我们的聚会即将开始，那请大家预备心，那可以将手机转成静音或震动。那我们的奉献箱在第二根柱子后面，请大家也可以用奉献来敬拜主。那感谢上帝天父阿爸的恩典，然后我们可以再一次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一起聚集敬拜，献上我们嘴唇的果子，领受他的供应。那我们在敬拜前邀请大家一同站立，我们为了今天的聚会和我们的自己的心来祷告。创造宇宙万物大有能力的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敬拜。主啊，当我们开口赞美的时候，愿你的灵充满我们里面，使我们重新得力，我们的心能够被你得着。愿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你以我们的赞美为宝座，降临在我们的中间。谢谢你，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我的神啊，我素来倚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我们一同来透过主耶稣基督的诗歌来敬拜，求主透过诗歌来安慰激励我们。生命泉涌流，生命泉涌流不停歇，泪水浸湿这一路艰险。到那日说过节满园，我们一同欢欣笑开颜。生命泉，生命泉涌流不停歇，泪水浸湿这一路艰险。到那日说过节满园，我们一同欢欣笑开颜。花径祥云徜徉，微风拂过浪花欢唱，为你歌唱，为你歌唱，耶稣哦。声响彻心翱翔，我的灵全然高唱，因你恩典，丰富恩典，奇妙恩典。生命泉涌流不停歇，泪水浸湿这一路艰险。到那日说过节满园，我们一同欢欣笑开颜。花径祥云徜徉，微风拂过浪花欢唱，
为你歌唱，为你歌唱，耶稣哦，将这心翱翔，我的灵全然高唱，因你恩典，丰富恩典，奇妙恩典。花径祥云徜徉，微风拂过浪花欢唱，为你歌唱，为你歌唱，耶稣哦，声响彻心翱翔，我的灵全然高唱，因你恩典，丰富恩典，奇妙恩典。生命泉永流不停歇，泪水浸湿这一路艰险。到那日，说过结满愿，我们一同欢欣笑开颜。感谢主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劳苦叹息，直到如今。但是神的儿女从永恒的眼光来看，现代的苦楚比起将来的荣耀便不足为意，因为我们有得赎的盼望。彼得前书告诉我们，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一同用被拣选的族类来继续的敬拜，愿主透过诗歌来对我们说话。唯有你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于神的子民，你当宣扬他的美德，他救你们离开黑暗，离开黑暗，离开黑暗，进入他奇妙光中，进入他奇妙光中，让我们唱哈利路亚，赞美我主，让我们唱哈利路亚，来宣扬他的美德，因他呼召你离开黑暗，离开黑暗，离开黑暗，进入他奇妙光中，进入他奇妙光中。唯有你是，唯有你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于神的子民，你当宣扬他的美德，他救你们离开黑暗，离开黑暗，离开黑暗，进入他奇妙光中，进入他奇妙光中，让我们唱哈利路亚，赞美我主，让我们唱哈利路亚，来宣扬他的美德，因他呼召你脱离捆绑，脱离捆绑，脱离捆绑，进入他奇妙光中，进入他奇妙光中。哈利路亚，让我们唱哈
利路亚，赞美我主，让我们唱哈利路亚，来宣扬他的美德，因他呼召你脱离捆绑，脱离捆绑，脱离捆绑，进入他奇妙光中，进入他奇妙光中，进入自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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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他奇妙光中，进入他奇妙光中。主啊，谢谢你啊！你说不是我们拣选了你，是你拣选了我们啊！谢谢主啊！这样的恩典是大的，但是我们岂可徒受恩典啊？你说我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求主帮助啊，带领我们啊，宣扬主你的美德，你的荣耀，也归荣耀给你。谢谢主，悦纳我们献上给你的敬拜。这个时候也求主安静我们的心，来思想你的话语。谢谢主再次带领恩膏蔡长老的服事，也恳求圣灵工作借着我们所领受的，再一次更新我们。谢谢主，祷告是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这是我们一同来恭受上帝的话语。首先，我们要来读的是提摩太前书第4章12到16节。12节，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便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这是我们要请蔡崇义长老为我们来证道。证道的题目是少年出英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你清洁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安静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为了世界的和平，俄国侵略乌克兰，民攻打民，国攻打国，我们心理上是难过的。求主你和平早日降临这个地，求你帮助我们，从亚伯该恩的例子，人类的杀戮什么时候才能够结束？和平降临，我们每一个人的祈祷，让每个弱脆主你所创造美好的生命都能够得着主你的眷顾。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弟兄姊妹平安。请你跟隔壁呢，现在规定讲道已经可以脱口罩了，否则口罩挂起来有时候都不认识。就刚才敏如来，大家一直看他，说这个人是谁呀？就他要把口罩脱下来，然后我就是谁了。然后哲波说哦，所以以后我看我们口罩这边要写名字，蔡崇义。每次想到乌克兰跟俄国的战争，实际上心理上都会觉得蛮难过的。都是神所创造的子女，我们必要为了个人的权利，为了他的一个自己的使命，来残杀别人吗？我们顶多隔壁，我们非常嫉妒隔壁，我们顶多骂一骂。你忍心将一颗炸弹照轰炸下去，孕妇、小孩、妇孺、老人都这样受到生命的摧残吗？也许你说，他们也有在这个世界上的苦难，已经脱离这个世上的苦难，能够到天堂阿爸父神的家。
啊，万一他还没有接受主呢？万一他没有得救呢？一个炸弹就毁掉了他。我在想说，我还没有满20岁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出来做布道团的工作。渐渐的，我刚才穿西装特别脱下来，因为今天看年轻人比较多，我不能显得太老。尤其你看敏如她穿短袖，这样在刺激我们老人家。但无论如何，我们慢慢的，我们看到我们的少年应该起来了吧？我们的少年们每一个人都是主的精英哎。我们看到我们的少年出英雄，英雄在少年。我们每个人在主的面前，我们要知道一步一步的。我们的教会要建立在主的面前，我们教会在我们要年轻这些青少年们的身上，我们大家要全部起来。不是说老人没有用哈，而是说你们青少年们应该起来，一代接着一代。我们要看神不看人。我们看到提摩太前书里面告诉我们，不可叫人小看你。那些那是保罗先生写给提摩太的。20几岁就到教会去。就去那边当传道，就是案例。可是我想一想，神学毕业也是20几岁啊。他出来到当个传道的时候，他心里要有素质，他要有准备呀。他要是服侍，而不是他来这边工作，他为主而征战。我现在一直在想说，我当初是可以去练神学院，我们5个一起去练，但是5个人他们现在已经当牧师了，只有我一个没有去练，因为我一直在忙着教会的事工。我就跟神讲说，我没有你的呼召，我就没有去练，没有去练。等到70岁的时候，我才去练神学院好了，都没有跟任何人竞争，因为不会当牧师。但相对的，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我记得我去重庆教会，第一次20岁的不到20岁的时候，那个基安长老就邀我，那我们就到重庆教会去。叶明汉牧师在重庆教会，未满20岁，刚好快满20岁。刚好第一个礼拜的经文就在讲这一节，刚好是青年主日，不要小看你们年轻，所以我们就几个青年，包括阿江的哥哥，我们一起就住在重庆教会，我们就住在牧师馆里面，早上开始主日学，开始圣歌队，开始青少年团契，开始反正是从早到晚，然后心里都饱饱的哎。那叶明牧师就告诉我们，你们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我们想说，那时候大学生说真的还比较少，不像现在大学生多。但那时候大学生很少，说你们大学生，人家特别会对你们注意，所以你们自己本身啊要装备自己呀。从那句话开始，我们几乎每天都在读经，每天都在祷告，都要让自己长大。开始大一就开始站上讲台，在少年之家，这么下来已经40几年。所以我每次准备讲道的时候，我都告诉上帝，这是我最后一篇的讲道。我每个讲道都当作最后一篇的讲道，因为我希望说我在最后一篇这个讲道里面，能够将主的话语全部显露出来。所以有时候觉得那个内容好多，好像每一点都点到，但是没办法深入。一深入的话，大概一个主题就大概一个讲节就已经半个小时就结束了。但是不要小看你们年轻啊！我刚才还跟玉芳在这边谈，我说玉芳你不是换工作了吗？他没有啊，我还在利友啊。做什么？办志工啊，很好哎，不会想着要赚大钱。赚钱不是不对哈，我再讲一次。有人说啊，你们基督徒不能赚钱，因为你们说哈，那个马门归马门，钱归钱啊，上帝归上帝，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基督徒要赚钱，但是他赚的钱是主所愿意、主所悦纳的钱，而且我们要奉献。我们不是说赚钱不对，你赚钱如果是不正当方法赚的钱，真的你不要拿来奉献，上帝都会觉得脏。但如果你正当的方法经营事业，你赚的钱你来奉献，主加倍祝福你们。英雄出少年，有梦最美，逐梦踏实，这是政治家的语言。教会能不能用？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呢？我有一个梦，我不晓得能不能实现，这是我的预梦，而且我觉得声音很清楚。他们说我们今天有50个人会受洗，我就觉得不太可能50人受洗，我们在项目小组现在在实做，
到底这能不能50个人受洗？我在跟我一些属灵同胞在分享，这些人大部分都有幸福小组的教会，50个人的，我们教会去了就100多个。中原教会，那个大关教会受洗的超过300个，福基教会受洗超过1000个，那个天桥教会也拼今年要超过1000个人受洗。我说我要求只有50个，好像你的资源太小，50个够了，因为我都现在到小教会去。所以年轻是本钱呐，但是不努力就不值钱嘞。就是我们讲说，你的金钱，如果你把它用在有意义的身上，那叫做钱；如果你用在没意义的身上，那叫做遗产，一点用处都没有。我们有时候年轻人只是在追求我们的成就。当初我还有脸书，我刚开始的时候，大概10几年前，我开始有设立脸书。那时候我很在意耶，我分享的话有没有人跟我按赞？数一下，今天赞大概几个？有没有超过100个、1000个？我那时候刚开始去仁爱教会是有一次布道会，你去2天，布道会完之后，看那个点阅率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啊，已经4000、5000了。那因为那个每一个礼拜牧师讲道都会上 YouTube 啊，看到牧师讲道没有超过100哦，赶快打电话跟他们讲，赶快下架，赶快下架，否则的话这个差距会越来越大。那个圣教会也是两篇以后，我就叫他们下架，不要下架，不要，因为都好几千，一直签。那时候觉得很有成就感，就讲说，但我不对。我在想，那么多人按赞，好像表示我很行哎。就像刘三讲古，只要刘小田一出来的讲道，都是上万人。可是我们自己想一想，神要的是什么？也许神要一个乡下的小教会的牧师讲的一句话，就刻动了你的心。所以我们不要在意那个按赞的数目，我们要在意什么？我们是不是真的为主而做工？我们就看到一个人，当初要进入迦南地，出埃及，在西乃旷漠里面流浪了40年。他们要出迦南地的时候，每一个主派一个人，12个人探子进入那个迦南地。10人进去，只有4个说：“哦哟，那个地方不能去啊，高墙马大。”我们凭什么去打人家？高墙马大，就像这次那个俄国侵入乌克兰，他们说大概不出3天呐，摧枯拉朽，一下子就把全个乌克兰全部都攻占完。就像那个美国去打那个什么伊拉克，去打那个伊拉克，本来觉得也很强，那咻3天就全部都结束。今天已经第18天了，听说今天大决战，我心里上有点忐忑，可是我觉得应该交托。你看他们那种人的顽强的抵抗，根本不能比呀！你说我怎么去比？我如果比蔡崇义的话，我圣经念的比他少，我社会经验比他少，我从比他少。你们错了，主要用你们，你们就是主的人，比谁都强。少年出英雄，你看当初只有2个人说怕什么？我们有什么好怕？耶和华若喜欢我们，就必将我们进入那地，把它赐给我们。那个地是什么？牛奶与蜜之地呀，是牛奶与蜜之地，这么好的地方啊！我们只要依靠主耶稣就可以。一个耶稣有一个家人，等家人85岁的时候，耶稣要带兵去打仗。他说：“我虽然85岁，就像廉颇老矣啊，我仍然能够打仗，带我去吧。”我们要这种精神呢。我一直跟你讲说，主，我们能不能活到85岁？我不知道。等我85岁的时候，容许我再去打仗吧。可是我们20岁就出来打仗哎，这不成为主力就是你们呢，出来打仗的吧？我们看到那个一个女士是底波拉，当时整个男孩子一片的士气低迷，不敢打仗，就像乌克兰一打说。今日的乌克兰，明日的台湾，每个人心里都好紧张。看起来乌克兰3天就毁灭，他们说要消灭台湾是36个小时。那个胡锡进讲的，可现在乌克兰一打下去啊，台湾人要觉得说还是有希望。我们不止18天啊，搞不好18年你要打就打啊。台湾人怕什么？我们有主耶稣做依靠。我们就是这样接下去。底波拉他是本身会弹琴的，他就开始站出来，
那个时代里面跟我们中间教会很像。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中间教会就是士师的时代。什么叫士师的时代？我们教会没有王，没有人做王。当初以色列人说你要被我们拣选一个王的时候，主耶稣那个撒母耳说他们不爱我了，他们不爱我。上帝说他们不是不爱你，是不爱我。他们要做王，不是我做王。以前都是上帝亲自领他们，没有一个人比较伟大。但是遇到事情的时候，有个士师会站出来带领着他们打仗，其他时间帮他判断公理，还是做他自己的事情，就像保罗一样。保罗本身也是自己在工作，然后用他自己工作的钱出来传道。这提婆达也一样，他在棕树下，以色列人都在那里听他判断。那个时代不是这个时代，这个时代讲究平权，那个时代女孩子没有地位，可是他们愿意降服于他，表示他非常的有智慧。我们所看到那个基点，我们说那是大能的勇士。现在很多那个，不管你去旅馆，不管你到学校里面，很多人发那个整个的那个基点，发圣经。以前在台南我都配合基点会，因为学校不太容易给人家进去啊，他们都希望就是因为说某某人要来演讲，学校就接纳啊，接纳以后这基点会的人就配合发圣经。我讲的从来不会讲说哥林多前书13章，但是我会讲圣经里面的话，学生都好听，好喜欢听哦，都还不错啦。因为只要我演讲都蛮安静的，讲完以后再说。其实那现在圣经里面都有，来给你们每个发一本，大家就是抢圣经。来，大家看我刚才讲的话是在哪个经节？平平反错的，举手。哥林多前书第13章，诗篇第23章，就有奖品。每一个人就像那个基点一样，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啊！上帝派他的时候，他说：“我可以吗？”再说我拣选你，就我拣选你就可以。我带兵去打仗，有2万个人来报名。再说太多人了啊，2万个太多。来，挑选到几个人？300个啊！那现在喝水的时候都还会注意看有没有敌人来，这些人可以用，也就是。经常警醒自己的人，上帝会用他。所以大能的勇士耶和华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啊！你怕什么？”基甸去打仗的时候，抛家弃子，他自愿离开那个安逸的环境，然后去打仗。可是晚节不保，所以在这里劝导我们每个做长老、做执事、做同工的。你服侍的时候很热心，但是不要忘记，等你没有服侍的时候，你自己本身也要小心，不要晚节不保。上帝还是没有给你祝福，没有给你惩罚。我们看这个例子里面，这谁？路德。圣经很少记载这些妇女们，但是为什么特别记载路德呢？因为路德是耶稣的，应该是就先祖啦。阿祖，你看路德。他做一件事情很重要是什么？拣选。你们要去做拣选呐！我们年轻人要拣选呐，拣选那最好的福分呐。就像玛利亚跟马大很忙没有错，可是玛利亚就静静听在耶稣的脚前，听他讲道。他选择那什么最好的福分。我们今天不是光听讲道我们要讲道还要再走出去今天我们下午我们的姚长老要跟我们做见证。那上次我们有美女姐啊，有那个义清姐，还有吴玲姐来帮我们做见证。那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因为我们要赶去看，我已经跟老人家约好了，没有听到他们做见证，我想你们要再重新做一次，因为我觉得好可惜。所以今天我们就说，我们晚一点去，我们等一下还要听杨长老讲完见证，我们就要去。听讲见证是一个享受看人家生命的历程看人家怎么讲啊！上次我去看福音小组的那个慧文姐那个见证，他到底有没有逃出来啊？我还是觉得那个大火到底你们2个，你跟义文有没有逃出来啊？义文到底最后有没有逃出来？那日本的大火，大家有逃出来，你还会点头？可是那个就是让我觉得，反正每次想到都觉得说好可爱的一对母女，2个人躲在那个阳台。想说祷告上帝，我今天不晓得能不能再去回去看到我们的严长老，就是很美的一件事情。每一个人见证就他生命的历程，就一篇最好的讲道。谁讲道讲得好，
你的生命见证就是一篇最好的讲道。路德所选择的，那是最好的一个福分呐。我们看到路德，我们那个米勒的10岁变成全世界有名，那是很感人的一个画面。我觉得以色列人蛮有智慧，他们的那个麦割过去之后，他们的规定你落下去的那个麦穗不能捡，为什么？让穷人可以捡。整个这么团结的一个民族，我们难道不能做到这个地步吗？我经常在梦想说，有一天中间教会中午一到的时候，我们就在那边摆了整个出来，这些流浪汉没有东西吃的，我们就给他们吃。有一天我相信有一天我们会做到我们的教会真正去关心所有的人，不管他是不是众仙教会的会友。我们关心的是所有社区的人，关心所有的人。你只要吃不饱穿不暖，我们教会就有责任来帮助你，让你免饥免渴，让你本身得到软活。这是我们应该做的。第二个，我们要装备，我们要教导。保罗先生跟那个提摩太讲说，你要什么？你要宣读，你要劝勉，你要教导为念，直到我来。也就是说，你要做一装备。我们说，我出来传道，你看我们现在在献会教主每个礼拜3，我觉得收获最大的是这些参加的人。为什么？他们自己本身，因为他们参加这献会小组，要可能，拍到他分享。我看我们说那个我们要讨论的主题袁长老那个欧长老刚破完，袁长老立刻跟随的时候，我们希望探讨的主题立刻写出来，表示平常都有在准备的，都在预备，那就是装备呀。我们自己要装备自己呀。我们当时第一次的时候，我觉得我第一次站上讲台的时候才大2，那当然面对的都是那些儿童而已那个叫高中生，高中生不多啦，但是国中生比较多小学生，所以你几乎可以乱讲没关系。但是相对的会不会紧张？还是会紧张。为什么？后面还站着一排老师跟一些牧师嘛，所以当初你站着多少还是会紧张。就准备了一些很严谨、几乎是照着念好大的一篇文章。最后发觉到说讲道其实没那么难只要写个3个经节，来个注释的章节，把它解释圣经，就讲道就讲完了就越好之后讲道越来越怕。为什么？能不能像主耶稣一样？他面对的讲道都是什么？都是那些最基层的人呢。都是没有学问的人，他能够讲到让他们5000个人都愿意在那个整个的旷野、整个的沙漠晒太阳，在那边听他讲道讲一天呢。你去看四福音书，除了约翰比较有哲学性之外，马太、马可、路加讲的道理都很简单呢。可是每个道理都想说，怎么这么好，浪子回头。怎么可以讲到这么好的故事？那你一听你就明白了，听过的道理就在我的比喻里面。难不难？很难呢。深入浅出最难，如果要把它讲得很深很简单。就像我刚开始去成大法研所在教书，跟企研所在教书10几年前，我那时候准备了好多，所以我讲的那个什么叫证据能力，讲的学生都说这个老师好有学问，他听不太懂讲了很多，讲了一个小时，1个小时快讲了50分钟，下课了，学生还是听不太懂。第2次又讲50分钟，学生还是听不懂。第3次又讲了50分钟，听不懂。我讲的都是引用德国、引用美国这最先进的理论，讲了一堆。学生最后还来问老师什么叫证据能力？什么叫证据力？我说我现在跟你讲了已经讲了3个礼拜了。好难呢，好像听不太懂呢。就跟他讲说什么叫证据能力，真的就是这些资料里面这些资料里能够用的，能够拿出来用的那就是证据能力。什么叫证明力？就拿出来用以后就看它的价值，这个是100块，这是80块，这是20块，这是10块，然后去看它的证据的价值到哪里，那个叫做证明力。老师这样我懂了，早知道我就这样讲就好了。我才讲了引经据典，什么证据能力，真的把德文念出来，英文念出来，讲了一大堆那个整个的解释名词，懂不懂？不懂。但是考试很好用，可以作答，写得好精致的感觉。所以我们要专门要教导，要宣读古代的
是不像我们现在觉得圣经我们已经太普遍得到的东西，我们都不会珍惜。圣经你没有每天看呢。现在每个人都可以拿到圣经啊！以前我在最高纪录，以前在大观教的时候，我们家最少30到50本圣经。为什么？经常有人来我们家聚会啊，那来聚会的人通常都不会拿圣经啊。我们家就经常30到50本圣经，什么版本的都有，什么注释都有，甚至导读本的什么注释都有。谁要去查经什么，都来我家。但是我都告诉他们，不要受他智库，你要有心里的感动。因为他们写出来的不见得就是真理，真理只有一本，就是圣经。他讲的每一句话，你的领受是什么？所以要宣读大声宣读出来。以前的传道者要宣读出来，让人家知道上帝要讲什么。所以我们看到耶稣12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也是宣读圣经。我们看耶稣在第一次讲的时候，耶稣宣读圣经，然后他宣读的是以赛亚那个受宰的羔羊，讲完之后就把它放下来，每个祭司看着他说。人家宣读都还有解释，为什么你没有解释呢？第二个，我们要做劝勉的工作。劝勉的工作其实最难，你要讲出来，让上帝的话进入他的心，让他心有所感动，叫做劝勉呐。劝勉不是看到你说，这不来，我告诉你，你今天你那个练歌第一行第二句你唱的不对，那不叫劝勉，那叫批评，叫劝勉，用爱心说诚实话，委婉的。保留他的面子，让他也觉得高兴，陪他祷告，劝勉，让上帝的话，上帝告诉我们，我们要做一个和睦的人，我们做一个与人好相处的人，我们不要随便论断人纵然他不好，可是他的不好在上帝眼中，也许他是好的，比我更好那叫劝勉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教导其实教导人的人受益最大的是谁？是那个教导人的人我为了去成大教书我一直开玩笑，我准备一堂课，我大概要花10倍以上的时间去备课。你不要看老师上课很简单，老师上课其实备课的时间更多。我在成大 EMBA 一开课132个人来报名，我现在讲132个，你们去查证。去报名完之后，名单拿来给我，就扔在那边，我就跟他们讲说，那我怎么上课？132个研究生，我怎么上课？有很多是大上市公司的老板，他们说，那我们已经去找了，我们不晓得那么多人来报名，因为我们开放所有的气管、气研所的所有的研究生都可以来报名，没想到一报名报132个。所以我们帮你准备了一间礼堂，就在礼堂上课。你看那不叫上课，那叫演讲演讲了18堂课，每一堂课3个小时。出来我累死了，我跟你讲说，打死我都不要，拜托拜托。好了，限定60个，就开始抢名额，限定40个。最后我就跟他讲说，我连教书都不想教了，10几年以后，教导的工作。你要做教导的工作，因为你自己会得到帮助，你自己会成长第三个要有名分、有权柄。我们那个第2堂的台语礼拜就要讲到权柄跟服事，不要轻忽你所得的恩赐恩赐，如果你有恩赐，没有用在为主工作上，那个恩赐是假的。你说我没有恩赐，你总有笑脸吧？来跟隔壁讲一下平安。你要笑一下吧，戴个口罩也要笑一下吧，要人家看得到。那个戴口罩笑我觉得连戴口罩要给人家知道你的诚意还有什么眼睛还有动作呢？因为口罩他就看不到嘛。好，你在笑。我现在没有戴过，其实你这些眼睛要给他看一下。平安，我好高兴看到你平安，4月9号我要高兴看到你。4月9号会看到你吗？看到你。那种真的是弟兄姐妹相对的平安，不是英文平安，从心里你不要忽视你的恩赐，你去问候人家也是你的恩赐。你今天当招待，上帝给你的恩赐，一个招待来走吧，那也是招待。看到你了，好高兴比如你今天第一天来好高兴，那也是招待那是一个恩赐所以不要轻忽不要轻忽给你的恩赐。我们很多同工，既然选你当会长，你就恩赐，你就这个权柄我这权柄，我就是什么去
叫我可以命令我的每个汽油，你做什么事做什么事，那不叫权柄，那就是呼唤，那就是把人家当作奴隶使唤。权柄是要服侍人的，可是你有权柄，上帝有给你权柄，你甚至有权柄可以到医病赶鬼，你有权柄可以带人祷告，你有个权柄把整个团体带出来，这是一个权柄。所以我们按手，它有它的很大的用意在于那些事情关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上所做的什么，生给摩西什么一根拐杖啊，这根拐杖可以变出蛇，这根拐杖可以敲击磐石，让磐石流出活水，这根拐杖可以跟上帝接通，所以这个拐杖一点下去，整个海就分开了。有没有权柄？有啊，那个 power 好大，你要用啊！而且这个权柄从哪里来？从神而来，不是我自己很行哦。我看了好多的书，所以我现在好有学问。我读了好多的圣经，所以我信仰很好。读圣经没有读到你的心，不叫信仰，那叫学问。我再强调一次，我经常在强调这件事情。圣经是活的，圣经不是学问呢。他给大卫一个甩石啊，结果歌利亚那么大，啪，打死他了。他也甚至一片的那个如筛骨啊，可以击退所有的敌人。他给以斯帖有美貌。当他们要消灭以色列人、要消灭犹太人的时候，那个末底改去找他，因为他美貌，皇帝很喜欢他。理论上来讲，他去见国王应该被杀头的。他的美貌，国王就应许他所有，是上帝赐给他美貌。我们说我今天长得好漂亮，你要感谢上帝耶。所以我太太特别要感谢上帝，对不对？因为我太太从小一直都很美貌，相对的美貌是上帝所赐的，不是说因为你的美啊，你看我比起来我根本不必化妆，我就是很美。上帝给你的美貌要让你做什么？要让你喜欢，比如招呼人。所以我们在职场里面这样讲说，有时候容貌还是职场上很得意的一部分，因为只要你的长得比较好看一点，好像在职场上比较受欢迎。就像女孩子如果长得比较漂亮大概不必开电脑，就像很多男生像苍蝇一样会帮你开电脑，那也不错吧。如果你长得很漂亮也好啊，尤其我们女孩子有先天优势找人家来我们幸福小组他们大概比较喜欢来啊。不相信的话，因为跟一方你们两个试试看，你们找人可能很容易找人来。试试看好不好？下次羡慕小组，我们给提婆拉一个做事的才能，让他能够吟诗，在树下吟诗，很多人来找他做判断，整个变成个种族很和谐。我们给多加一根针，让他可以做了很多的针袍。我们给亚波罗有动人的口才，让保罗先生离开的时候，这个教会能够得到兴盛，因为他有一些动人的口才。所以最后我们讲说恩赐有分别，我们一起来念一次好不好？来，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上帝却是一位。在众人里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记住哦，我们不是每一个人，我的恩赐，我弹琴，我唱歌，我做什么的恩赐，我丰沛的恩赐，我招呼人的恩赐，我做见证的恩赐，我分享的恩赐，我唱圣歌队的恩赐，我指挥圣歌队的恩赐。这些恩赐做什么？就是服侍一位主一位圣灵圣父圣子圣灵是服侍一位。为什么？叫人得益处而不是自己在这边表演。我们不是表演，不是服侍我们让上帝得益处，我们让每一个人得益处，我们让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得到他的益处所以最后我们要殷勤，要谨慎因为一起做工，我们不要偷懒，我们要特别谨慎。所以我们说学习要加，骄傲要减，机会要成，懒惰要除我们每个人在主人面前，我们要一个非常的殷勤。所以第一个青春，上帝给你的，可是第二个青春是自己努力的，不是叫你去杀欧雷，而是一个人真的在主面前的服侍，你会发觉到他永远有一个喜乐的脸，看起来就是你的跟你的年纪不合，看起来就每天很快乐的感觉。好处是感觉上不上脑。我们中间教会有一个特色呢，中间教的年纪有时候很难分呢。你几岁了？70岁了。
以前60岁就说阿伯啊，老阿伯啊，老阿伯。每次看到机车说有一个老阿伯跟人家相撞，有一个那个60岁的老阿伯跟人家相撞，我已经见过那个老阿伯的年纪了。我们每个人在主人面前呐，真的是要自己去努力。什么叫自己努力？在主人面前，让你的心永远圣灵的充满着喜乐。我们的信仰，第一个信仰是父母给的，或者兄弟姐妹带你进来的。我们在座的很多是第2代信徒、第3代信徒，美女姐那是第1代信徒。但相对的，我们的服事是什么？自己争取的。那这个青年会长接会，这个我不同意。这个我既然当会长不是，所以说自己争取是我争取服事的机会，我争取替人家排蝎子的机会。这北海道教会的那个国会议员，国会议长。他做的工作，他觉得他最骄傲的工作，是因为日本北海道都下雪啊，所以他们都穿着那个鞋子，先进入教会都要脱鞋子。他专门在外面帮人家排鞋子，他认为他是最好的工作，是自己争取的。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想一件事情。我今天没有特别讲一个什么故事，我要讲人。马雅各医师在我们台南设立了好多教会，他先到那个看西街教会那边去，之后没多久就被赶走，之后他就离开，之后他又回来设立太平间教会。所以现在看西街教会是第一间教会，还是太平间教会是第一间教会？在台南2个教会里面都在争论不休。所以太平间教会，如果你去看的话，他们更聪明，他们写作太平间马雅各纪念教会，先抢他的美问。但是另外一个角度，2个教会都很强啊，也都不错。但相对的，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我们为了马雅各医生在台南做了好多的事工，尤其那个新楼医院，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所设立的台湾第1间的西医院。他来的时候几岁？35岁。他在1871年的时候在高雄登陆，在那边传教一阵子之后来到台南。那时候他年纪比较大，因为他已经在国外有传道一阵子，35岁，好大哦。我们都没有到35岁嘛，我们都超过30岁了，还是没有到30岁，我不知道，好大的年纪。我们才看到一个，这张图谁照的？你知道吗？谁照的？要不要自首？严照到你照的啦。去参加那个马偕医师的那个纪念寿宴，照了赶快照相，就出来，哇，这个好棒的一个节目，要给大家，就是他照的。那刘老师做的一个曲，因为他最后走的马雅各分而不为，是从马雅各的精神出来的，拢是为基督，最后这个位，拢是为基督，所做的每件事都为了基督的缘故。我们3月27号，我们要去寻踪。3月份就是他在来台湾150年，各位可以想象得到，150周年的纪念，我们中华邮政马雅各也有马偕也有特别为他发行邮票，伟人才有发行邮票，他们特别为他发行邮票，各位可以想象得到，一个人他才28岁，他在马雅各的第2年，1872年3月9号在淡水。他上来台湾是什么？是个哑巴呢。他讲话没有人听得懂呢。尤其看到那个阿斗啊，每个吓得要死，会使魔法，会驱洗人家的灵魂。他就站在那边开始传道。他传道走遍整个的北部，设立了好多教会，设立台湾神学院，设立淡水中学。他设立这一切是凭一个人，还是因为上帝给他这么大的力量，他就敢做？28岁，你们都有没有28岁的？都还没有到嘛，都没有到28岁嘛？28岁，一个人离乡背井到台湾呢，开始传道，从南到北，一个北一个南，整个的福音就传遍全地。我们都讲话，人家听得懂，我们为什么不传道呢？少年出英雄，我们要有那个眼光啊！我们要看得到，我们上帝要给我们，也许你心理上
经过的黑暗，可是不要忘记，黑乌云的背后就是阳光啊！我们要有眼光，为主而工作。让我们一同站立，我们来唱回应诗歌《眼光》。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星星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不管天有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黑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星星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我们用我们的心一起来，谁能跨过障碍？谁能飞越巨山？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的心里要有眼光。不管天有多黑，谁能飞越沮丧？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的心里要有眼光。哦，你的心里主，我们心里有眼光，我们知道我们是少年英雄。英雄出少年，我们在我们年纪还年轻的时候，我们不小看自己。我们每一个人在主你的面前，我们要工作；我们在主你的面前，我们要侍奉；我们在主你的面前，我们要将我们所得到的恩赐用在传福音的身上。求主你悦纳怜悯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大家依然站立，我们以奉献来回应上帝的爱。我们一起来唱奉献诗歌《信圣诗》303首。请坐。报告之前，我们这时候一起先来背诵本周的金句2次，在周报内页的右手边下方。大家请。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只要在语言、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提摩太前书4章12节。那下周的圣工轮值表，请要下周有服事的同工们预备行。那这是我们先欢迎敏如今天能够来到我们当中，对，她是我跟郑伟还有玉文玉芳的表妹，之前也有一起来我们今年主的福音茶会，对，那待会平安礼的时候，大家可以再互相的来问安。那报告的是，像今天夫妇团契下午的夫妇团契聚会是有邀请到姚长老来做见证分享，那欢迎弟兄姐妹能够一起来参与。那另外3月27，夫妇团契在下午有举办马街上路淡水150周年的故事之旅半日游，是由陈国义长老带领大家一起来认识淡水的风情，那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那会在公布栏会有报名的表单，再请大家来填写。那2022下主日1月23，请各团契财务再把2021年的账册能够交给会计部，以便来查账。那接下来我们来做代祷的事项。那我们也持续为了乌俄两国的战争以及能够尽快恢复和平来做代祷。那也为了2个郑家郑博文、洪秀景、郑祖安、郑祖林及郑哲文、陈池硕、郑伟、郑以安、胡慕恩、胡宇瑞的信仰、健康、学业、起居、工作等事项来做代祷。那这时候我们一同起立来做代祷。现在主啊，孩子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依然的每天有生命气息，能够来到主你的殿中，来到主你面前来祈求。主啊，我们持续的为乌俄两国的战争来为主你来做祈求，求主你能够尽快赐下和平，能够恢复和平，也能够来抚慰那些失去家人、失去国家、失去家园的人来做祈祷，也求主你能够亲自来抚慰他们破碎的心，来抚慰他们受伤的心。所以我们也为了我们每个人在主你殿中的服事，在主你无论是在工作，无论是在学校的各项的事工，来为主你来做祈求。主要就求你能够让我们不因着自己的年纪轻，不因为自己年纪长而看轻自己，让我们每个人能够
使用主你给我们的恩赐，来在我们的工作岗位，在我们的学校，在各个地方来做盐做光，能够使众人来得益处。主要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从主你而来的各项的恩赐以及能力。主要我们也求你能够让我们大大来使用这些恩赐。感谢你，就求主你能够来垂听我们的祷告，也能够悦纳我们的一切的奉献。主要感谢你，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请持续站立来唱颂龙诗歌信圣诗392首。颂龙完后，请蔡长老为我们来做祝祷。神万和之愿，天下残民都当颂言，天上万军也赞之名，同心赞美父子圣灵，阿门。愿主耶稣的慈爱、上帝的恩典、圣灵的安慰交通在你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特别让世界的和平早日到来，让上帝的恩惠慈爱伴随着你们直到一生一世，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请坐，默祷闭会。此时我们来行平安礼，我们跟身边的弟兄姐妹一起来行平安。